是，在台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迄块地啊，七八半暝车路放弃。原地伫昨昏暗时是已经开放部分通车，不过因为有发现其他漏水的所在，地处大路搭凹的情形是继续发生。交务局今仔日透早是紧急发通知，先甲西宁北路甲宽和北路之间的南京西路双向的车路封起来修理。也那台北市政府嘛发通知，为着要修理漏水的问题。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先暂时把附近的水管的水先禁起来，因那迄块地有108户会暂停供水。北水处今仔日早起9点的时阵，会伫咧南京西路301号，也佮有325号这两个所在设置临时的供水站，予民众来使用。8月透早，台北市交务局继续抢修西北岸伫大同区南京西路甲贵德路口出现的路面凹落去的情形，因为佮发现新的漏水点，所以今仔日上班日，西宁北路到宽和北路之间的南京西路双向车道拢封起来。原先在周日晚上8点半的时候，大致恢复路面开放通车，后因发现新的漏水地点。然后路面持续塌陷，并且向南京西路的西南侧，大概就是有10公尺靠近。本来礼拜暗8点半已经开放单向通车，无想到讲出现新的漏水点，路面继续崩凹落去。市府请用路人改行民生西路甲长安西路，即马赶紧抢修。验据民众讲，伫几个月前，同一个所在就出现壁损。上次的我没有拍，可是就是小小一个塌陷，因为住在这边，每次车子经过都会有点震动嘛，我就会害怕。因为幸好是晚上，没有人就是没有人经过，啊，不然就是现在要放烟火，如果一大堆人过来就很危险。会啊，会担心啊，因为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就跌下去了。台北市政府是设立捷症指挥所，大型机构进场开挖回屯，初步判定落落去的所在离淡水河差不多100多公尺，敢若是想挖爆花，但伫咧涂骹7米外这面污水管线漏，时间一久，地基的山石拢流较空气，甲天气热无关系。比较可能的原因应该是比较深层，大概7.8米的位置有一支70公分的污水管。针对临房的安全部分呢，初步来看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哈。我们也会用透地雷达去看一下底下还有没有其余的地方有掏空的部分。今仔日是毋是让恢复双向通车？交务局讲，也搁伫咧努力抢修，也唔知相关单位也伫咧现场提名，进行灌浆改良地质、稳定地层，确保附近的建筑物未受影响。希望赶紧甲路面恢复。记者综合报道。